董出业，到了4月份边浪向听同人那讲，要到街道里向去寻我，搿么这个杨好啥到街道里向去等你。搿么大出业能够避到呢？啥个要到街道里向去，就到街道里向去，因为大出业阿拉河定有衙门里向犯个案子了。半个月之前，收到河定有衙门里向我10个儿子，插他一刀，结果我性命，因为晓得里还是缺红。等到第2天呢，我个头长了个地盘里向，亲自送到衙门里向去，要好好教训这个师傅。这草人要上来做你理了一趟嘛，你不读一天啊，是的。人是我杀个，吃官司我来，不过现在不空，我到南京油门浪向去推打半个月，再到该打来。那么今朝半个月打着，适合到衙门里向来着。大出了肚子，公堂里向的马上吼得一哄，而且腰里向叠子个腰洞，倒是老要看起来会得吓死他。问你呀，你为啥弄我个儿子杀他？那么大出了对你讲，半个月之前，我到你衙门里向来，你等到高子，等到儿子一道吃酒，你吃酒，突然3儿子出来着。你到他们呢，杀鸡好笑，你讲追兵的呢是又高又难过，我努力破此死水。你到他倒没好。所以求呢，老呀，做官呀，做清官啊，不要冤枉害人啊，不要偷赃啊！乃是拍口大骂，你这个不贤女人之辈，懂什么？千里做官做外财，有了钱，有好日子过，有好房子住，你不要开口，不要你管。当兵那个女子马上就插嘴。是的，爹爹，你的说话对。有了钱，我们有好吃的，有好穿的。妈妈的说话不对，如同放屁。我在旁边一听就恼了。18、19岁，现在这么坏，免得他将来害人，我就趁他出来一刀把他杀了。老姚一听，你倒要好，应该的。哎呀，不用客气，找你再来客气讲。老姚对你说：“哼，你可知道杀人要偿命？所以我今天就来了。”好，既然声音根本没好，是来呀？啊！叫他画工。啊！我公。什么画法啊？笔刀官。请个水印，我这边呢画一个十字。我画不来，叫你们老爷自己去画吧。今天要是高，哎呀，你得礼物吧？王八蛋！要是把当我外人的，讲我何空啊？不过是两个外人看见有点恶感，差人看见两哈了黑。再讲个开工女杀人样的呀？为什么你讲？因为我偷赃又往害人，所以说我儿子杀他的呀，跟开工女杀人样的，不要奇怪的。先努力修到街楼里向再说。是来呀！将他上刑具受监啊！怎么是一个人？上刑具。来上。做上班要我上没法上的。不是呀。哪了？你们人来登山，我们人够不上，弄不上去的呀。是哪位？够不上嘛？脚步机子来往里身上一勾。那么你一走，那么我巴啦啦一个跟头拍。来破的跟头嘛，上刑具了。打上地上。老妖怪上刑具啊。老妖怪食堂中带你上去。对了哈。你离婚。哼，拎不清。我当你讲没有对不加口头吃杀。你要不看看，你上个凳子的。三天不是，该要搞上凳上上不上。你先生你今朝哪来的？对我是水管，没用不得这个凶姥姥。这样样子自己害路哇，好几地还在。我来，看用不得的啊！树里的一路嘛，过来。哦呀，李你他呀，不好意思，
怎么样？俺听见来要哇啦哇啦浪海，规则要弄来水该。应该的。欠债还钱，杀人偿命啊！英勇，应该受刑。收钱吧。大丈夫审不来人。我今天来。对。水该嘛？你该搞作业上刑具关。上刑具。上刑具就上嘛。跟来呀。虚高，你要晓得你是啥？多高？那么你当然也还管。这个。称帝那礼的意思。上帘子。好吧。就上吧。来，上的。我们同来，人稍微喂一喂。为什么？那人啥呀？你太不着了。到这个上对的，我比你都上不晓得了。等了当面浪向啊，真叫魔力几军。我非要多跟辰光在，要进到街了里向去，碰对自家老弟嘴皮走，再讲大人还要来寻我呀。马虎的，好吃了吧？来，擦啦，往里丢进一摊。手里什么东西啊？收啊。干什么的？这台里讲，上次里头嘛，被要收一收的。收一收啊！好，拿来，我自己收。你自个收，还不收？看不收得来这个大，最多才叫想不出，都是毛中肚皮呢给打，哐一收，好了。可差你手里写出来的呀！还不行。被你干死了丢进去。你收了肚皮了？那谁都讲谁弄阿小过金发收。收得不收的，从今头是便当啥个？在想明白点吧，你真正要谈，都要搞上去，有本事办。这样飞特。对了。老呀，一口要洗泡在手上那个皮面上想啊，这个是有啥难？看见你黑的，没办法。顶下腰里像个补刀，只要拔出来刚刚好毛弄，我擦一打，那么呢，一指随风把了，仔细拉的，去努力睡到街楼里向去，为走金杯里扎工头一顿上我吃不出的再说，那么呢，有请该报一下，万人礼你一名水军，谁来呀？儿子，将他收监。有什么人？怎么来要归做水官人？都是个老呀，太上太到理想嘛，想着自家女子被你杀掉，越想越伤心嘛。到里向去放声大哭。两个苍人，该把这单心里有什么？这桩事体不能都对过讲，所以马上努力领带该门口。为啥呢？真正当初往里有点少带他，带的几个人还有责任感。来，开门啊！来，开门啊！里向个金杯的刚不阿塞。驱虎，万人尽该不管呢冤枉不冤枉，是一顿杯子，死硬讨当，必通改是非。现在听见帮街们嘛，生意来这么，收起的门，刚一开，哎呦喂，黄头落头，别客气，对了。还有啥字体？有公司。什么公司？水改。那杀得只有个儿子个犯人。水改。啥么子啊？俺是这个犯人做了啥？你想还对做来了，做得来干，本子不要等地了。你自家都有干。我有吃过干。你自家自首之外。很干。跟老实讲，你狠就狠，完了我手里想叫你服帖，我眼睛一对，叫你马上做他。啥吧？叫你们马上做他了。怎么呢？当然真叫自个人也很，我举两声给你听听。啥个字体呀？我当然讲，放在大面上像个来呀，不你弄得哭出来讲，那边熟了不熟，客气点。来呀，不你弄得哭出来。当然哇。来呀，进来破。侬阿三不就你破的？啥吧？在里头。你到我街了里向，我一顿被子，当得你自律自理。我已经提醒过来着，真正有点啥不关我事。不关你啥事情。来吧。在里向水管上想想，万人一年一名水的。来。水管上漏得去啊！这够水了嘛？哒，要进出皮头，做啥本得这样急呢？哎呀，因为街来里向有规矩。接着马上搿桩么事，犯人再逮他，随后是里多责任在，所以要进出皮头嘛，打住以后。金杯里以后哪桩事体？犯人分到街来里向已经只有啥？
那么别人得罪他们说啥人呢？这里讲起来，那水果的不能万人经济，那么那还罪，实在想不来。不晓得个大餐我了改门更水，是你让看，看的上人看路里的路翻正翻去和皮当的2分井盖已经是要出来着。这个金杯的一口嘛，嘿嘿，邪乎，真正邪乎的。阿三啊，哎，说了，进门不进来，头上邪乎邪乎的。你看呢？啊，还有这种人的了，进去嘛不进去，哎，等了改门更新，哎，长的头呢，石头骨呢，像个石瓜头一样的。乖，这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。你看的是蛮狠，哎，我一开口，哎，你马上不听。看那个面对干嘛？我叫你进去，哎，你不顾不进去。哦，试试看。哦，就等于是嘛，嘿嘿，你呀，你啥个字体啊？进不不进去，长得头脑啥地鬼呢？你打我进来！哎呦，都差点听说家，想祖父听过吗？根本对也不要听。大家看看，还是你不听我，还是我不听你？我也叫你不听得来，改门开到石浪洞路子可以多进多出，反正我还做事体个了。你是什么人？哼，我是给他金背头。哼，进来就进来，为什么大惊小怪？闪开！等差就往这里想进去。嘿嘿嘿！哎呦，阿三啊！你看，哎。还有没有听？马上走啊！嘿嘿，我叫你进去服服帖帖，马上进去。哎，进来，进来！阿三啊，乖在来进去，吃饱吃饱吃饱。只要我进去不动脚头。吃饱吃饱。进来你们真的等那个了？对吧，吃饱。我不进去。哎，我也动走。你不叫我也进去的。哎，去吃吧。大家一道进去。做少爷你带进去叫。装的。这家死来了，好玩。好你小家。哎呦。总爱话也难听。哎，好了，你还没看地上。哦，不好干。金杯子看见别人哈。哦，对。我都不懂道理。还没人啥个。哦，不好干。心里想有点饿。真爱我。哎，进去。哎，进去。啥个事情啊？我告诉你，我李二今天来拜访你们老爷，到你们监中来是看得起你，你要好好招待，给我准备一间小房子，上有天花板，下有地隔板，新床、新帐子、新被子，每天要2干一稀，菜要6大盆、6大碗，2斤高粱火酒，伺候得好。我老爷又赏，伺候得不好，对你们不客气，要细夸的。你不是来吃故事，你来治病故，你得给他来理由干啥？6度问6度，讲不是要洗个来，我今天的自家没吃。啊是啊，阿三的哈，我跟公子来带你接风。啊是接风啊？晓得。要进本在脑袋拿棍子。等出去一听嘛，棍子接风晓得吧？要当着我了，枪还要打，根本我要追着。你可是要打，嘿，那个头脑啊有点稳咚咚了。我的那个棍子啊，上午就开开，让那头脑清爽的，让那浑身的筋骨松一松。哼，你要打，我要走了，你要走了，你往啥地方走？你叫我走，我就走。理了头出来嘛，望中金杯的头就里向嚓一头，啪！也喜欢的理掉那头了，我头进里向个了哎呀，挡得里呢。不过这个金杯一点不好，为啥嘛？你才到天津里向去大滋味这个围墙勾得来3股像小叫个神像人，最前门北门。收他来，只有墙壁角落里向有只小洞洞，这个是万人死特小洞里向吐出去。不过3道这个磨砂那个门关上3锁了，你往啥地方走？好的，
啊，里面啊，在大福州的你思想的白进来嘛，我等你看得清的，你大福州的你进来吧，进来吧，都出就等我的，嘿，都是个想比比浪向小肚皮往出想比浪向一火，手掌下去往正上去。你们，是棍子弄来的，棍子来了，这里人起的，哪会起的啦？你俺是个没法子个你，我问你哪会带罪的叫？哎呀，我讲我跟你结婚的，你讲你要结婚嘛，我要追的，我说你往啥地方追？头面那个头颈里向里头吐出来，望我头颈里向一条内裤，哎呀，好不像的，挡得里，挡得里。但是你还不是两个，两个长的内裤，啥个南京说了开都开个但是。哦哟，那么哪呢？那么看你摆到墙壁边浪向，小肚皮往正墙壁浪向一晃呀，那么那个手掌，夹起往正墙壁浪向，啪，那么起着呀，谁让他起着？起着呀，有本事乖，有本事的呀，有本事的。你还晓得个总本事介绍个名堂？叫啥个名堂？壁虎鱼子。这个名堂叫壁虎鱼子。想到没想到？对对，你弄不讲，我弄不讲。你平常就叫他练功夫，还有本事乖。我天天练功啊。是的。我本事跟你两样的。两样的。你往上头去，我往下头去的。哦。你们叫壁虎有响。你叫啥？我是作为老头跳板。他在老头跳板嘞。对娘带他个在，那么你可不在？那么哪弄法呢？放这个厂里数的规则，你为了来搞搞，嘿，你带你海底管，为了做我体力自理，那么呢，自理吧。啊是呀，那么你可在啊，一瞪杯子嘛，眼睛嘛一戴了，当得你受脱了，那么好，那么你吃官司吧？还在，你到大家不要埋怨侬在，责任大就他大家才有责任的，想办法看。办法用不上这样管。想办法看呀。来这里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走。啥个办法？啥个办法嘛？放在你袋里可熊。你在袋里靠吃的。袋里靠吃。这个嘛，街上海停的。街上那海停的。我。那么叫里面他呀。不来的。啊。他不可以干。里面他呀不来。不来吧？那么叫啥么子？叫啥么子嘛？家里养奶出来的。养不出来的。我。养不出来么啥么子嘞？笨的嘞。有啊！你咋挂的嘞？叫实在去了给我要听见我给你才。那么我跟你讲，我屋里向自家有个牙了我个牙套上有的嘞，帮忙一早点洗它。那么呢，我还讲个女的牙呢，还要烦了。知道个牙。中午唱孩子牙，那你哪办呢？根本哪办法呢？半夜上个就要关。半夜上个讲。我试试看着吧。根本难洗讲。至少要熬洗讲，中午那唱又不是熬唱。你教教看呢？呀，我街上几副泡用上个牙，不相信了试试看。你试试看。里面唱牙，小弟你下来吧，帮你哈啦，实在弄不落这牙那还有用呢？不来事。半夜你自个来的。是被人弄教呀。来吧。这样。那么弄教没教？你旁边不答应的。门开得真个。我不答应。那么弄啥教子？有没得嘞？你不要别呢，你刚把人死叫掉的呀！我妈跟。你叫这样？那一番我叫不出来了。刚刚李子得在那在，那么李子不懂自己，那么大人不做小人之路，你这项努力不能够长久，你爹看李子哭了，那就我来吧。那么懂出点安住。懂他娘哪会得罪呢？历史要得改了里向的，要绑流量的追兵的，历史要监督服帖。现在一听下头那叫牙子，那么种服帖子，把改来的毛子屋面上向冲出来，就买我又抓掉出来的，刚刚出来的。怎么样？你还要得罪老子吗？不够的，那丫头，我理智句句在听，不折不扣责任，好吧？老头子，你下来吧，下来吧，闪开！旁边娘娘开门，赶来的往正下头。你随着个下来，等于啥地方要去这个？
才有啥个本事？当初拍了他一个有字飞是我的嘛，嗨来了，哈哈！哎呀，你来的是等是多个？今天的几老子？哦哟，好少在，好少在！哦，好谁啊？还不吃？那我年年那做啊？是不是？人上这个还本是个羊没看见？当初我都有。哎呀，哦哟，好少在，好少在！羊啊，有道理个，哎，根本要请理想手法。我问你们，老子的说话，你们答应不答应啊？答应不落那里。这个时机实在都不够，这桩事体嘛，只能去并来要在那个去吧啊。那么请别商量，我来最痛不来呀。导致当面浪向对老爷这样都说那个万人你实在不来事。开出来个条件，你他们不答应你要走个老爷，那自家去看了你吧。个老爷一听什么的，金不要子不听，跟他们讲，眼屋子多了一周嘛，好，统统答应，房子这里拉出来，新上新章子新地段毛起来，你要落土，那附近走私估计个菜单不离，该东西送到给了里向来。统统全部答应，你们去照办。这个想不能要，那谁答应的呢？哦，这是看见个青面孔，哈拉浪破。小妹看，那个呢去答应没在，也非要我挂定提出来的。对，为的给了你们，也就该说这个差点。是要啊，那你领先还在，来要样就才答应，房盖拿起来，新上毛起来，没事天气了嘛，这次当然天津了呀。答应了，哎，等出来搿种么是发了心了呀，人都服帖呀。现在听答应了没好？那么这个老要哪会得答应你这个老要动挖脑筋？那个条件统统答应你，娘来吃大概最师傅下汤小菜里向把点皮上弄的到啥子拉倒，懂这个挖脑筋，所以规则统统答应。现在等出来一想没好。这第事情发生了嘛？让我旁头老的追兵，是来啊，到里边去，把你们的叔父大人请出来。阿叔啊，我唔把阿叔管。阿三啊，哎，你还有阿叔？我有个。你有个？老大。就你去西瓜烫啥太子？吃西瓜嘛，哪会烫啥？你我唔把阿叔的呀。那么我非有管，要啊，调哈，来请你两个的先把阿叔给。没有。哎我。笨得要死！哎哪？你们监中有没有一个周兵、周友美、周相公？周相公有一关，周兵嘛，你见你警察公，你见你周相公，不是他去把鱼相什么？哪比得你个阿叔子呢？我跟你说，周相公不是别人，就是我，你们老子的结拜弟兄，我的弟弟是你们。哦，大哥，阿叔。对不错，阿叔。我问你们，这个叔父大人在监中，你们对他孝顺不孝顺？哎呦，天良心哦，好不好？少说不错个。哦，那么但是个金百分合适，这兵在自己打分吃上口头，你进改的辰光改了100两银子的通改师费，常常我搿点人在路上里喊起的，艺人之间老百姓里侪有什么？这兵就是一个中人最英龙的儿子，那么再说，你搿桩事体还是冤枉的。天良心哦，你真的分得快哩！哎，你得厉害的，没定心。没有带他。哎，我好，这个叫他出来。这个你们这个老子要见他。有要啊！搿桩事体答应不落在。怎么样？大概打来是不方便的。要么你到两家头先往到了大队来个呢。小王堂。哎，好，走。哎，来吧。一个把你毛针里下进去了，为了让见了呀。这些。这个杨叔啊，阿叔啊，追兵阿叔。哎，杨叔啊，你出来吧。那么追兵呢哈，虽然忙吃故事，但来这个路吗？为啥么你看你呢？大为该不可为师了这个？你们分吃他口的，别个还心事重重。上帝啥个心事呢？自家阿狗头吃的，老有点为止我个事体孤单如真。但现在情况不知呢哈，一点声音在飞。在那老看书，听见我的哇啦天，追兵阿叔，啥人家？对不走来一看嘛，
妹妹就还大概称呼西龙龙清爽。这样。我来叫你阿叔呀。是吧？那么奶奶叫我阿姑呢？这搞不清爽这玩意儿。跟侬是搞不清爽呀，真是不能说耶。那么对对呱呱是我阿叔，我刚刚晓得。嘿嘿，你到我爷外公家门头来结拜弟兄。什么噻？我讲到呀，结拜弟兄啊，叔叔我不讲不完一关，怕弄错啊。领真大人叫什么名字？我呀姓李，叫李你。不认得个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姓张，我叫张三。哈，否则是外国同姓啊。不然呢是这个呀，我刚刚认得来了呀。叫儿子同志姓啊，黄土必生金，为子不忠心，我儿子只好来给了里向做个金白头。嘿，我们的不要讲心不同哎，马下不同哎。真的？还是我马下没害了。是啊。你牙上面孔比我还要标致。哎呦，面孔上进两对肌，一只盖来的呀！呀，那么最顶龙心上在，原来这个呀是我搞大条件来着哇！原来如此。我的公公嘞！那是你阿姑了。公公在在哪里呀？那个小王堂里向等你呀。你来嘛？是，这边你起身来了嘛？小王堂而来。等吃掉一口，哎呦，吃来着！春窟隆隆头上，我现在叫李你，你不晓得，别叫我等吃掉弄枪，没自家自己改口。老弟，女兄李儿今天来拜访你啦！二公，你来了！哎呀，老弟你好啊！来，这里坐。二公微信请啊，请坐！哎呀，这个儿子啊，好烧早茶啊！阿三啊，带坐。来去等呀！多少遍我带？我是金白头哎。哎呦，个鸡来搞个嘛！我呢没办法，只好够难很。好的啦，派过来2杯什么？来，那。杨呢？请吃坐。小孩子不懂礼貌。你拿衣服对着呢？客人要紧。现今叔父大人。老规矩没到。现在这个么呢？阿叔请吃坐啊，每斤1杯呀。我跟你说，自己人不要客气，我就免了。没变啊？也没猜。猜还是罢了还的。是你内容的呢。你可就叫咬呀！自己太笨了。好。这个来。我跟你叔父大人要饮酒，去叫酒水来。等一下，真正的学习功夫，2只嘴是贴得来着，里向一种，外头一种，个现在包得七斗不正。哎呀，阿叔，不要客气噻，请着吧。好，这个老弟，请坐吧。二公，欲要你破费了。不是我破费，是里边老爷他今天请客。我有我的勇敢，这边但并不是讲自谁，只要想吃刚刚的慢慢的南京的情况。二公请啊，兄弟请啊，分饼。都出去一看，我得罪病了，你也讲闲话，跟他旁边还不清爽。儿子，你们统统出去！来，老弟子快让你出去。
就是哟。是啊，你那好六路子，你来发出去？我发出去。不来的。我对个。要看哪里懂？哦，看哪里懂？倘若这个酒里向把地披上楼，周边走向我多少次啊？那不是。我随便看。哥，你在那旁边，我服侍你了。哎呦，不要你们伺候，你跟我出去。出去。你要出去，我服侍你。呀啦啦，啥脾气？你外头还有地方那个哇？那么你会再出去啊？出去。那么还得，追吧！那么2个金别出去，到出一看，那么清爽，等了旁边也是一杯酒。老弟，他们走了，你有什么说话你就讲吧。那单方便不是这二哥啊。对你忙忙当不来听得开心杀子，非得上次歌声，而且大人亲自到松江来，非得到松江来，而且马上到街栏里向来办理呢这呀！哎呀，老弟呀！龙水神花金胸，山路发着花水风。心中，情儿转杂草世界起，当有门离去开干，把你水去心音送律师，大人立即真算出斗中。叫转就一个难相弄，
中。我跟你讲，大人马上就要到监中来了。可是么？是啊，二狗此话当真？哎呦，谁来骗你哦？我总归不相信，才刚同你上个身高的，现在呢，得得的为这个事体赶到南京去，是个大人肯管我桩事体的手，那一个邻居在松冈，我所有大个桩案子，大家的准备全部阿告到南京。李教师能够打开油门亲自身份，已经不得了了不得个大事体在。啥么子？我晓得人大汉了，得得的大人从南京要赶到松冈来啊，是18岁。哦呀，我不晓得，该趟里去个情况不灵，为主来想想对我唔该的，所以想啥个几句闲话来安慰我。哎呀，阿哥。好别呢，实在不来什么再想办法喝这样。哎呀，好狗，写的说是呢，一心的。刚不你听我不讲，我跟你说，我叫他来，他一定会来，他不敢不来，因为官司他做，这个权在我的手中。那是一听你不懂这样，这出人好。我给你看样东西啊，身边几十只袋袋里向，啥个叫几十只袋袋，就叫10袋。拿出这黄布线把打开来里向自然掰下来，自然再掰开来。老弟，你看这是什么东西？哈，二哥，这不是大人的地方经验吗？大人的经验在我手中。哦，二哥，这经验哪里来的？我去告状，怕他不答应，我办理3件到他房中，趁他不当心，我不打招呼就拿来了。原来推的不打招呼拿来的，我来不就是推的来吧？哎呀，好哥，白玉大人哪能起来这里人好？哎呀，大人脾气好的很，不会恼怒的。不会管好。许知大人在的呢？在松江城外这个水明亭休息片刻。哎呀，二哥，这虽是你的不好，怎么样？你太的莽爽了。你在这里大人在外，非也有什么危险之理是好？你放心就是了。因为南京八大苏区八大松冈太平人松好大的，是哪会得出事体呢？这个大人私上插帮与之功，本人家根本不晓得你的身份。你放心好了，不会有事的。好，二哥，少林大人到此，令我在此应接，真白于不知，大人怎能进得？哦，对，这个我来关照他们啊。这个儿子进来，要给你的，有啊，那哈，有啊。我告诉你们，来讲。待会儿，有个白胡子老头到监中来找我老子，我在找叔父大人，不要难为，去到里边来。老祖来了，这个来行吗？就我的放心来。这个把祖叔来了，到底是那啥人？要等不啥子，动人分精神，要撑起长进，大家无为之。